用哈头此土此之瓜比沙子之瓜吃我在耶路撒冷瓜第几拜亚麻子我是木出我喽。耶稣呢是先hin瓜嘛，所罗门拉hin去瓜，许出嗲菜，犹大拉抽呢，一着罗瓜，日拉是一代，努呢我努代阿里木吃，都家灭嗲子白啦，耶稣过提罗嘛，努我呢我努代谢谢里，白个嘞白咯，耶稣里一瓦代破个是，努瓦代我白个个米，努瓦嘛子。我爸爸米瓜比，我爷妈米里，我比个谁家木家喽？我的爱米努瓦呢？我阿罗瓜嘛俺女嘛子，我阿罗呢？我舍得拿喽。我呢一瓦的，是一瓦米我的出来喽。我里一瓦的，第次第八生命么个事，一瓦呢阿天米，嘛么意思呢？阿妈米。我来陪瓜比，一瓦的我得记马巴拉，我的阿罗格拉苏，我爸爸呢，阿只才是娃嘛阿罗，我的是阿妈咪，爸爸来陪瓜比，我阿罗的我得记马巴拉，我比爸爸呢，提罗里阿罗白罗，我阿罗呢，我舍得拿罗，我呢一瓦的是一瓦米我的出来罗。是把耶稣被打嘛呢？是把耶稣里落打嘛？阿罗祖国嘛把呢？生命嘛么比白咯？古里阿嘛乌呢？一阵子不？有些点嘛子过，听你，家嘛米的意思呢？是把耶稣你发嘛？照顾过去嘞比被你杀咯？我才用爱米，这次得把生命的有么的哦。